欢喜在地新闻继续来看高雄市长的补选，陈其迈来当选，今仔日马上就来参加到半导体园区的动土的典礼。也毋过才拄来当选尔，就传出有人开始咧计划讲要甲罢免，更加有无理性的民众连咱的群组来呛讲，要来抬高雄市政府的官员。这个警察已经锁定一个嫌犯咯。 参加半导体园区的动土典礼，准市长身份的陈其迈选前虽然都拍刷，脚步嘛无停，继续咧关心科技产业。是讲都当选尔，就听讲有人要罢免，要展开挂名行动，所以真无奈。这些政治的操作，我昨天讲过，我们尊重啦。 无希望阁有政治纷扰，赶紧让这个市政中开机。议员康如成嘛，伫面册顶面分析讲，陈其迈8月份上任，伊则规定满一档才会使发动罢免。就算真正罢免成功，嘛因为后小任期较无2年，未补选，批评发动罢免的人根本是来闹的，要有这段话。这个大号送行者的民众留言恐吓官员，讲直接要攻高雄市政府。针对这款唱手的言论，已经报警处理啊。选举其实已经结束，还是要呼吁大家应该就是冷静下来，因为选举是一时的哈，那国家的长远不管任何党派，大家都应该共同携手合作。目前警方已经锁定一个对象，以着恐吓罪嫌来侦办，即马选前已经拍刷，可表这款报复性言论恐惊的，拢爱行法院。